议员李文俊表示，虽然家己即针的疫苗是要留予国产，毋过伫个疫情期间，毋管是疫苗的采买、注射甲分配，议员无看到真侪乱象，甚至质疑疫苗的分配是毋是有公平。对此，卫生局长嘛回应，台南市每一区拢真平均。疫情啦，要讲个市长，你的团队嘛做了真好。讲起头啊，迄个时阵有小可卡的。因为头仔迄个时阵话有咧讲，因为即个疫苗分了伤少，疫苗分了伤少，咱的迄个诊所吼，拢即摆会提早甲你加叫几来去遐等。你话你讲真对，你讲真正诊所拢先招伊的患者，你叫就单无分，你叫来掠讲。伊还有24节尔，我甲你叫几百个人去遐咧等啦，讲靠了，这是安怎呢？我毋知我当这个咱的卫生局，我讲上这款情形，你毋免甲提供较济，伊讲也无遐济，所以37区拢爱落分啊。疫苗拢做啊正平均啊，所以咱怎大家50几，咱若个全面吼，大家要达成吼，咱的防疫的整体免疫就出来了。所以咱希望是推族群吼，对咱市民会当平均到60%安尼啦。除了关心疫苗，另外伫个纾困方面，议员嘛关心各行各业。尤其农业方面，因为进前欠水停灌，造成稻啊无把水，农民平均一分地种植成本大约12000块。毋过农民交公粮却有一定的成数，收入根本就无够成本，因此要求农业嘛爱列入纾困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